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29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伊翁婿保罗，日白伫旧金山和总理来厝的歹徒也讲推攻击。82岁保罗头甲身躯拢互砍着伤。警方表示，歹徒是一个42岁查甫人，会依照涉嫌谋杀未遂定罪，甲起诉。不过，根据 CNN 的报道，歹徒的目标应该是佩洛西。那佩洛西的办公室发声明表示，佩洛西迄当阵人无伫旧金山。现场有封锁线，警察伫咧外口戒备。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旧金山太平洋高地自体，离8透早2点外，有一个查甫人走入去。警方到现场时阵，迄当阵人伫咧厝的佩洛西的翁婿保罗，甲歹徒伫咧抢一支钢锤啊。The suspect pulled the hammer away from Mr. Pelosi and violently assaulted him with it. Our officers immediately tackled the suspect, disarmed him, took him into custody. Suspect has been identified as 42-year-old David DePape. Mr. Pelosi and Mr. DePape were transported to a local hospital for treatment. 82岁保罗头甲身体拢受伤，佩洛西办公室发声明讲，保罗伫咧接受手术了，伤势已经无大碍。CNN 引述消息来源报道讲，歹徒走入去时阵，捌大声喊讲男死伫咧倒，甚至想要甲保罗绑起来，但佩洛西转来。美国国会办公室讲，歹徒入侵时阵，佩洛西人伫咧反腐。国会警察将会协助联邦调查局，也有旧金山警方调查这件案件。The Speaker's office says that Paul Pelosi is expected to make a full recovery. This attack obviously comes just 11 days before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crime and violence in the U.S. has become a hotbed issue for Americans voting in the midterm elections and a talking point for Republicans who are running for office. 针对这件事件，总统蔡英文甲外交部长吴钊燮随请驻美国代表处加驻旧金山办事处，伫第一时间向佩洛西甲家属表达关心甲慰问。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译。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大鸟熊团脑部亲像是恶性瘤。陆委会等单位核准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申请。中国2位专家上近11月初会来台湾。动物园表示，虽然团的状况稳定，不过脑病变恐惊无解乐观。目前团拢伫后场休困，民众会当透过直播看伊的生活状况。接落来看中国时报，有媒体人去年底伫面册亚康立委高家族的前男朋友林炳初，利用直观注疫苗，佮刊出林炳初注射记录的图，引起关注。地检署调查认定讲，台北联医有一个姓校的主任，涉嫌叫医师甲林炳初的注射记录提供给媒体亚康，依照违反个资法，甲3个人起诉。落尾看自由时报。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报，轻度风台奈格加入对南海了后的卡路，比前一日预测的更较偏向西边。若准照这个路线来看，可能袂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不过奈格风台阁受到太平洋高压加北边的低压槽线相牵引，所以还无确定路线。目前日本甲美国预测风台加入南海了后，有可能会偏向巴士海峡。因为风台外围环流加东北季风的影响，今仔日北部甲东半部拢会上大雨。咱来看分图。今仔日北部、东半部的雨会落较粗，若礼拜暗到后礼拜日，因为风台的卡路还未确定，落雨的区域甲雨势可能会阁有变化。不过雨主要共款落伫北部甲东半部，若中南部是侪份好天，可能会落短暂雨。温度方面，今仔日温度上低20度到21度，北部高温大概是24度，若南部是有机会来到30度。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昨增加34,556个本土病例。指挥官王必胜表示，12月有机会会降到1万例以下。另外，指挥中心也规划，为11月初1开始，12岁到17岁民众会当去注 Moderna BA.1 新配方当作低价剂。卫福部 ACIP 专家会议讨论国内莫德纳 BA.1 次世代疫苗也有会，规划为11月初1开始扩大开放，12到17岁青少年应注低价疫苗。
甲顶一支至少要隔3个月。另外，4月4日核准通过莫德纳甲 BNT 两间的 BA.4.25次世代疫苗，适用对象8年到12岁以上5到11岁囡仔，用做基础的疫苗是莫德纳甲辉瑞 BNT。我们的莫德纳的双价疫苗不管是 BA.1 跟 BA.4.5，正在就是说由 FDA 正在审查它的这个 EUA， 就是主要给6到11岁的儿童来接种。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国内疫苗注射率第一期有9%，第二期8%，对家有7%，第一摆对家也有1%。这摆 BA.5 疫情慢慢降温，也互外界理由测验是不是会伫11月初7对4大防疫措施斗阵绑定。大致上，我们希望在11月的时候，那疫情能够这个稳定下降到一个程度，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讨论，不是实施。所以我想不会是在11月7号实施，就算要开放，大概也是用分阶段的方式去处理了。国内疾病增加34556例，新冠本土病例8县市确诊数拢超过1000例。新增加57例死亡，指挥中心表示，10例病例甲顶礼拜5比减少2640例，下降7.1%。目前疫情整体维持下降趋势，只是下降幅度无真紧。若下降趋势不变，12月本土病例有机会降到10000例以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进前有警告讲，中国可能会赶紧统一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进前嘛有讲，中国可能伫2023年以前必谈。若陆委会主委屈泰山表示，目前并无看到中国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不过，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已经写入去中共20大报告内面。中国主要目的就是统一，若反对台独，是因其中一个手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伫20大了后展开第3任期，美国示警，中国恐惊加速侵台。咱国安局长陈明通进前表示，中共可能伫2023年以前必谈。外界关心中国对台统一的时间表。目前来看，当然我们没有看到所谓的时间表，但是呢，这个所谓和平统一呢，一国两制呢，已经在他20大的报告里面已经写上去了。那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在他的所谓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项目之一了。对于反台独已经写入中共党章20大列入统一台湾项目，陆委会主委屈泰山认为，中共未来会以促统为主。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会用促统，未来是应该会以促统为做这样的优先。那反独呢，只不过是他的手段之一而已。他应该过去就是软硬两手这样的一个的交叉使用那一般是认为他可能这一次呢硬的会更硬，但是软的也会更软。但是北京国务院长王旭东讲，希望来台湾访问。陆委会也表示，乐见两方文物交流合作。立委嘛关心小三通到底什么时阵开放？国民党团28提出1个月内开放小三通的提案，交付调研协商。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次等公民吗？该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要比较晚；该解封的时候，我们也等不到。屈泰山指出，中国的清零封城造成人员往来困扰，中国方面也禁止陆客自由行、加陆生来台湾等。咱向对方表示，希望双方会当有效以人民福祉优先进行接洽安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油大拿厂阁发生爆炸，董事长李顺钦亲身带主管、甲居民、甲社会大众会失礼。中油表示，会发生爆炸可能是供线破去，造成氢气泄漏出来，会做全面性的调查。嘛强调讲，一定会等到安全无问题，才会恢复运作。若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大拿部上紧年底到明年初都会当启动刷装。在地向请大家致歉。中油董事长李顺钦带主管甲大家行礼，向社会大众甲大拿部6里居民会失礼，造成大家惊吓，也说明代志发生原因，好亲像通往燃烧塔的管线破去，地属氢气泄漏引起的。我们复工没有时间表，一定要等到安全带回来，一定要等到大家放心。中油承诺全面检查设备管线100%安全才会复工。不过，这个公安事件民众不满，当地6里里长也拒绝列席记者会，强调袂互人烧头，爱中油提出明确改善的做法。
这个有性命甲财产问题，这你嘛是看要安怎投安抚呀，无即马我生活咧足惶恐的，住伫遮。李顺钦行出枪句，面对里长承诺会公开完整的调查报告，甲居民说明该负的责任甲赔偿拢会照做。中油公安真济居民反映无想要国家另有抢做厝边，要赶紧迁村。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瓜志温爱市政府有明确的日子，莫大家拄着公安，敢来晓生气。居民所关切的迁村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会得到一个完善的解决？要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日期。配套的一些细节涉及到经费的增加，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跟行政院更密集的沟通，年底明年初我们就会加速来进行迁村的这个脚步。但今来讲，大南埔迁村已经办过3届说明会，若做顺利，年底到明年初就会当开始。计划迁村户数有11000多户，超过2万人，经费有689亿。不过，若做一直无共识，恐惊迁村的时间会一直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巨蛋的官司已经拍5年啊，拢总有31个人被起诉。检方要求原乡的创办人赵丁雄要被判刑24年。台北地方法院昨一审判决，判赵丁雄7年，前财政部长李淑德9年，新北市议员周胜克10年。专案也会当上诉。不过原乡集团回应讲，大巨蛋招标过程拢依法办理，唔捌乌洗贪黑心钱。但收到破决书了后，会去研究。全国拢真关注的大巨蛋案，包括大巨蛋本案、原乡人寿亚康案、新北市土地公停摆案、灌溉案等等4个案，拢总有31个人被起诉。其中原乡的创办人赵丁雄，被当判爱关24年，被收押的时阵，还佫以5亿5千万交保。台北地方法院经过5年审理，28一审判决，包括赵丁雄被判7年，前财政部长李淑德被判9年。新北市议员周胜克被判10年，营建署前城乡发展分署长洪家宏被判8年2个月徒刑，还有新北市城乡局审议科长海志平被判4年10个月等等。专案也会当上诉。赵腾雄法治观念薄弱，贪图私利，为求远雄建设能顺利得标卷改案，竟与公务员契约，甚至交付贿赂，不仅损及国民对于国家公务员依法廉洁行政之信赖，破坏国家法治，并严重破坏所营企业形象，间接损及集团相关事业信誉与众多股东、员工权益。赵丁雄的2个后生赵文嘉、甲赵信清嘛被起诉，不过拢被判无罪。因那赵丁雄会被判7年，判决的理由拢是因为甲官员乌洗。针对台北地方法院的判决，原乡集团的副总经理杨顺钦讲，大巨蛋招标的过程一切拢有依法办理，并无不法的利益，嘛对法官无接受赵丁雄的理由表达遗憾。我们还没有收到判决书，所以等到收到判决书之后，我们在后续的相关动作，我们会再进行研拟。同时，我们也坚信，包括我们的同仁、员工都并无不法。那我们也都跟员工站在一起。那大巨蛋是这样的，拆也对，盖也对的。那如果拆得掉就拆掉，没有拆不掉，那就干脆把它盖回来，至少盖到一个安全可以用。有关台北大巨蛋风火避难胜利的审查，卡关卡年半，最近才通过审查。台北市长郭文德搁一届甲中央呛，爱表明立场，有本事就拆掉，无本事就去和好。因那台北市府是讲，只要内政部甲正式认可函送去台北市府，就会进行第4届变更。按算明年新正的完工，希望年中会当营运。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今年第3季经济成长率是4.1%，主要是出口无进前预期的遐好，不过全年也是会当保掉3%。按照最近几若间面包厂宣布了钱，甚至鼓励员工休困。主计总处表示，可能会反映伫第4季，甲明年的数据。有学者认为讲，通货膨胀已经伤害到经济基本面，影响的时间可能会比金融大海啸更较久。面粉大厂也拄到景气逆风，有达宣布伫第3季了104.9亿，创10年来上大单季了前纪录。有达董事长潘湘东示警，战争疫情甲通货膨胀3大因素，消费市场咧等爱小衰退。从消费市场看到的现象就是断崖式的衰退。那所以我们的判断是从需求面的衰退而来的经济循环，
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调整才会回到正常。但股受全球金融市场震动影响，一笔开价走低，最后到137点，12788点作收，成交量1727亿，台积电379.5块开出盘中上价375块，最后到6块，是达6破10条。通膨压力悬，加上货币缩减，牵动台湾出口动能。主计总处公布第三季 GDP 年增4.1%，比预测数减少0.01个百分点，按过全年由原应补3。外需比我们当时预测的要来的差，那这个是因为整个国际景气比较明显的有一个转折，有一个降温的状况。但是在内需的部分，包括民间消费好跟这个资本形成的部分，还是比我们原本预期的要来得好的。或者事件未来半年全球景气甲金融市场波动大，是景气下弯上明显的时阵，通货膨胀长期已经伤害基本面，恐惊比金融海啸更加严重。民代要求政府应该协助民众度过无景气。基层劳工的部分，最低工资的部分会调高到明年会调高到4.56%。那就是要照顾这个基本的民生，而且税制的部分，那个基本的这个生活费也调高，那这样可以少缴一点税。针对国际景气明显降低，市场需求减少，行政院承诺会拟定应对措施来协助中小企业。纾困贷款已经延到今年底，若有需要会可能阁延到明年。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西拉雅失宪案，宪法法庭公布判决的结果。15位大法官拢认定原住民身份法违宪，就要伫3年内完成修法。按照原委会是烦恼讲，本地原住民可能会增加70万人，会影响到现有原住民的权利。伫司法院门口演奏迪亚歌，西拉雅族人面容拢是欢喜的表情，因为2宪法法庭针对西拉雅身份案的判决，因总算会当得到原住民身份，而且是以15位大法官全数同意，真罕得见的状况通过判决。15个大法官一致的共识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大案，让我们在这个胜利的滋味里面。有说不出的感动。大法官认为，若是族群也有保留文化，族群认同也支持，佮有客观历史记录的南岛语系民族，就会使按照民族的意愿申请核定做原住民，也就是西拉雅族人等等族群若符合要件，就会使申请加做平地、山地原住民以外其他原住民。本判决是依宪法的意旨，具体化的原住民族的认定标准，除了给予一定的立法或修法的期限，3年期限以外。另外，在这个修法不能够在3年完成的时候呢，在立法跟修法之前，也赋予这一个其他台湾原住民族可以请求核定为原住民族这样的一个请求权。我们希望行政院能够赶快在近期里面展开跟这个平埔族群跟西拉雅的一个对话。国民会对判决表示尊重，表示会按照释宪结果立法也是修法。虽然这摆判决予西拉雅族人登记成做其他原住民身份的机会，但是因为宪法征收条文已经锁定，因也无法度得到平地也是山地原住民的特别参政席处。原住民族其他特别福利保障的部分，因为牵涉到资源分配，也要看法条安怎定，才会使确定因会使得到倒一个权利。记者郭文良随就报道。来看公司的新戏《绿岛金魂》特别放送啊！剧情是咧讲4个生活拄着难关的人，因为摕到一张藏宝地图，就斗做伙来到火烧岛找找金银财宝。伫过程当中发生真济特别事件，即阵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电视剧《绿岛金魂》为火烧岛的黄金传说讲起，一群无共背景甲身份的人为着乌黄金绑做伙，伫找宝藏的过程当中，知影火烧岛过去的是民故事。导演讲，上困难的是伫石洞内底拍戏，因为迄内底空气无好，上锁随时拢爱传便便。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但是我们当然是有安全的考量，但是顺利拍完的时候，那个是。就是那一趴全部拍完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放心一半的那种。担任男主角的林子宏，这回演出在地土城的角色，对伊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因为这个小人物有因的无奈甲梦想。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角色的精髓在于说，如何让人家去真的去了解
我们可能社会上比较就是底层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他们其实心里在想什么，他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绝剧场的第4出戏《绿岛金魂》10月29就会伫 MyVideo 公司同步播出，一摆播2集。另外，所有平台嘛看会到，详细播出时间会伫线顶公布。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罗西亚总统普丁27批评美国在历史上才是有用核能武器的人，强调罗西亚入侵乌克兰是维护国家的主权。普丁阁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安那咱的外交部是表达抗议，谴责罗西亚这款乱斗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7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智库论坛，发表真长的演讲，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核武卡油俄国，佮批评乌克兰被迫使用垃圾炸弹，佮杀控俄国，指控西方国家引起的是一场危险血清的生活游戏。Наверное, самое опасное,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е 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важн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о времен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Запад не способен единолично управлять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м. 伊讲西方世界已经落车，煞拒绝正视新起来的亚洲国家是要搁夺回世界主导权，无受放回编造消息，冤枉俄罗斯军队攻击乌克兰核电厂，甚至计划发动核武，反倒来批评美国才是核武的凶手。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страна в мире, которая применила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против не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э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Они сделали это дважд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Японии. 伊强调，尽管乌克兰是维护国家主权，无必要对乌克兰用核武，批评西方煽动乌克兰战争基地，佮激化台湾危机，扰乱国际牛市甲能源供应，种种讲法显示合理化入侵乌克兰行动。伊的高调演讲也有宣示意味，表明国际势力无过以西方为主，未来西方国家一定爱甲俄国平等对话。俄国也第27次伫联合国安理会，佮要求调查乌克兰发展生物武器，说互英美等国反制。Russia has called us here once again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Our country does not possess a corresponding infrastructure for biological weapons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这项调查决议案爱得到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高场同意票，而且免负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才有效。据了是无法度成案。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电动车厂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即阵已经正式甲 Twitter 买落来啊，拢总开440亿美金。而且买落来了后，马斯克随甲 Twitter 的执行长甲一寡高层的干部拢开除。马斯克收购 Twitter 公司，这个消息伫今年4月份浮上台面。迄当阵，伊就铺文批评 Twitter 高层。伫2021年，以鼓舞暴力为理由，甲连任失败前总统川普伊的口罩永久封锁。针对这点，马斯克加入 Twitter 了后，头一批开除的高阶人员，除了执行长阿格拉瓦尔、财务长萨加尔，还佫有主导封锁川普家族的法务长加德。另外，马斯克捌几届强调讲，社群网站爱正做完全自由、呈现无共观点的所在。针对这点，马点伫 Twitter 的金融分析师主张讲，应该有的规范也是爱有。I think we have the endless proof that without guardrails on a platform like Twitter or really anywhere on social media, you end up with hate, misogyny,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that's not positive for anyone. 有关 Twitter 控制言论的争议，毋若川普口做的这一件。伫2020年美国大选进前，纽约邮报小连续报道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因后生行着送去修理的笔记型电脑内底，互发现侪侪未见证的图甲影片，也佫有关行着食药啊食甲调咧，因阿兄过身了后，甲阿嫂斗做伙等等相关的资料。Twitter 迄当阵讲要阻挡散布假消息影响选情，专门封锁纽约邮报所有的连结。因若电视台行着出版的字段，伊伫内底承认巴药啊，也佫有甲因阿嫂之间的代志，拢是事实。嘛因为安尼，伫马斯克宣布放量言论审查了后，立场无共的民众甲政党反应嘛真无共款。即嘛其中的选举就要到啊，敢会因为 Twitter 换头家受到影响，嘛正做正大关注的话题。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1度到26度。
中部地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20度到29度，外岛地区19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静，咱再会。